最近咱社会接发生侪伙人赛车发生意外，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示，即马要甲换驾照的年岁降低，未来汽机车驾照的题目嘛变较困难。也若伫顶礼拜，三劫有轿车伫学校边仔弄死3个人，民间团体即马是呼吁政府，嘛爱伫学校周边的交通设施，甲这物件爱列入去法规内底，一定爱强制人和车爱分开，安尼才会当确保囡仔上下课的安全。赛车爆冲造成42伤78岁姓叶驾驶由原地交后备房治疗，合区警方轮帮酒店病院，但由主治医师评估，是不是应继续闭路？这重大车祸就发生在学校周边，家长团体甲教育团体斗阵呼吁，同学区的交通设施应该入法降低事故几率。校园周边的安全设施要明确的法制化，要强制的设置实体的人行道、防护栏跟庇护岛、减速板，类似这种的措施可以防范。好，因为其实真的我们感到非常的可惜哦，就是学童跟行人跟包含骑机车这些的，大家用路人都是遵守交通规则好的情况下被撞的。针对最近连续发生高龄驾驶车祸，交通部除了下修高龄换照年岁了行到70岁，也建议对亲手第一摆考照增加鉴别度，其时会地取消全部改造选择题3个选项，也增加到4个选项。驾驶人安全观念、根本安全相关课题会占较济。很容易让大家答对的那些题目，我们目前正在筛选，我们希望把这些题目全部筛掉，让大家知道。现在安全的观念跟真正的交通法规，你必须要熟读，熟读之后，你才有机会过关。无照驾驶部分也受法阻止，加即话赛车类罚金无上限以外，另外扣车扣牌，对台湾安怎死掉过路人地甲标签，陈世凯回应，过路人地甲是形容词见仁见智，毋过台湾交通环境有真侪爱改善，会努力落实道安3期前的政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